自在如来智，日日一句记。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，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，相助真心。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，此相不尽，故有轮转。如来智慧无处不至，何以故？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，但以妄想颠倒执着，而不能证得。若离妄想颠倒执着，一切智自然智，无碍智，如来智即得现前。菩提自在如来智，日日心念一句记，法喜充满，共成佛道。